OK，咱买好石狮去困，咱就会听到伊无出声啦，咱就要叫伊伊。无夜车，我看伊。伊个精神鬼声。哎呀，各位聽眾，恭喜發財！佢在歡迎到嚟收聽新正會變咧福建嘅節目。即個禮拜咧就是新正啦嘛。特別我唔知初幾，我唔知啊，未記啊。今日初幾就是拜幾啊？今日初一是拜幾？今年新正 February 10號。February 10號。但面這是差唔多，我 February 10號別說啦，所以恭喜發財，當叫我買棒佢哋新正歌，人哋棒新正歌咧，我冇睇 monetize，到底東牆，咚鏘，我放炮嘅先，我會使放噶啦。嘅 fireworks firecracker 會使放，特別未使放新正歌 ，OK แล้ว今年是零年 firecrackers bursting sound 來咱來聽看，咱就佇 YouTube 會看這，哎呦這爆炸的，這嘣一聲是不能冰冰冰唔知啊！哇，這隻蛇情嘅咧，這個唔是放炮，這個是放煙花啊！對，這煙花嘅聲。咱我是要當人誒，哈哈！這我隨條從來當人誒，這哈伊個紅炮嘅聲，紅炮聲，咱聽紅炮聲是對我來講較強悍呢。啊！恭喜發財，恭喜發財！你寫掉拍情聲，แล้วOK，所以咱會講下先新正嘛，แล้ว兩個咧放假無物件做嘛。所以當今我每話有興上加到啲外國啊，唔是到啲馬來西亞啦，有興當今上去新正時嘅時是會過去出去過正到啲外國嘅會有。有呢興嘅呢，就使。有人想講新正時為咗買紅包，你要走出去個口有，就使困橋喎。無理由啊！Clubhouse 人困緊嘢，請。Clubhouse 人覺得冇請喎，你話你有聽過你看你 trend 咯嚇，想出國新正，唔是講要走買紅包啦。我唔係聽過 Malaysian 啊。比較就 mostly 台灣人咧，新正是咧，用食一個嗰啲流行。哦，台灣有啦，當今馬來西亞有人走了，未應該。你知啦，就舊年通啲 holiday 冇咁濟嘛，所以係。Malaysia 舊年通啲冇 holiday please，Malaysia 啲地搞 holiday country。特別較濟 private 嘅 company 啊，新正冚較久嘅。對唔對？馬來西亞等點先對，我是一禮拜呢看。一禮拜點先？所以一禮拜 already free 嘅嘛，你都免計嘅，你都知。做辦山嘅無 holiday，平常時做辦山嘅冇 holiday 啊。我成日做小販，係咪本條等個新正夠攤棒啦？就是講，你係時間攤啲after 新正新正要棒。Malaysia 有生件講學紅包郎呢，我免學鐳啦，即係學紅包郎。我冇啊，冰到頂啊，老講。我人先呢，有陣時人講免學鐳啦，即係學紅包郎做藝術呢 ，because 我學來學去是上岸呢嘛。所以你咪學紅包郎呢咯。有，我唔係聽過啫。有咩學嚟？這是 literally 你就人有只你安啲老姨就係講，這藝術呢啦，紅磚呢，因為聽就是紅磚呢。人講有藝術嘅，伊是學飛道，唔是學冇。maybe 你出來啦是聽到講人講哦，無半行嘅紅磚呢，無半行嘅，特別因為當 literally 紅磚呢，所以一頭無係鐳。
我就是啲咩梅路人，我是有影是捌聽過人講，後來後去，你學我做這，我嘛是學你做這，所以了你雙女啊，個了動機，所以你學紅包郎對使，紅包郎對使，人會就是咁樣講。唔捌看過，唔捌聽過這大家嚟試件啦，我買得試嗬，when你刮茶落時嗬，你磅嘅，你冰頭啊嗬，佢哋 whatever 佢哋做佢哋刮茶人嗬，一學你按抓嚇，佢哋唔見，我就係大家嚟試，佢哋是按，佢哋是紅包郎。特別無類啦，咪啦，但係用笨當成嘅款啊，什麼啥？我唔知，我上嗰時有影嘅啫，like because 我有聽到，我嚟厝人講，一人講免啦，你學來學去，เรา是當嘅即係紅包郎對使啊，所以嗰啲紅包郎啊是水咯，你是係咪 bank 嘅啦，做大咧啊，紅包郎咧換來換去，特別我是 literally 上講裏邊是無類啦話㗎 ，because 我是無學紅包嘅嘛。哦，做乜事都無紅包嘅？我都冇對厝先正，我唔捌對過啫。我都唔捌到先正，唔捌到啲馬來西亞過正過。我對其實我學我爹我買紅包啦，特別先正我唔捌講對起。哦，落來我唔捌先正對厝，所以我唔捌學人紅包。我是學紅包是學你老人啊 ，pay respect 啊，我對厝為母啦你看你老人嘅啊。所以你冇成講成啊，先正是半紅包到啲嗬。我唔捌。OK。แล้ว即係出面咯，如果對 maybe 有時講呢 maybe 講呢 maybe 每啲只只出嘅人看而家 confirm 樣嘢冇對。我俾佢每位知。maybe 你是 literally maybe 有時冇，有時你有隻聲，你在老人就係講嘅嘛。哎呀，個這裡安裝啊啦，冇行嘅意思就是講。伊是袂，伊是細胞本好，伊係淡薄嘅類，伊要緊是講要學一個意思講，伊學你安尼紅嘅物件，學你 good luck 安尼啦。特別伊都袂係類嘅，都袂係淡薄，因為你係一個大力鏡，是一個大力墩。一塊本 OK，本是 OK。哦，是安尼意思 OK。特別坑咧，有可能就是笨蛋，就是台灣是邊使講嘅啦。伊有分做成個，有啲人就。即刮茶大刮茶是你刮茶嘅人都學你紅包做成啊大家你是咧不變啊嚇，應該是白數嘅數嘛，學你一個紅數，嚟成個人借名少，頂到少夾咧，阿莫藤咧要夾一隻紅絲線嘛，紅線紅數，但掉夾你未使講乜嘢。所以你對起是你會使拖你白數，係咪咪夾冇好咪夾對住？就是迄個紅線，就是because of迄個白數。OK，我明。然後你夾一個紅嘅咪夾對起然後咯。OK。對。而家迄個 funeral home 係咪夾了？阮是你着包紅包互人，阮咧 because 伊人是 handle 安尼物件嘛。OK。So it is common custom 啦，咱大家着包互伊人，阮咧 because。比方講，今年會 try 啊，會 try 好坑嘅紅包。伊都無夠煙，伊都免好誒。Actually，伊是乜數呢？伊是無夠煙。哇！笑哦！伊好誒是好伊 elder 呢，伊較大誒人，伊嘛啦，伊 maybe 伊啦，上面 you know。OK， 所以當今出，當今若是講車掉人嗬，馬來西亞人還是新加坡誒人，把差別唔知去困咗未？阿龍是困起啦。這就啲個嘛，比方嗰啲個嘛，比方你今年過對，你是唔是特登你們對去馬來西亞過時間，還是今年咪只久無對去啊？上面只久無對了。哦，所以 OK， 過年你算下，三是就啲馬來西亞慶祝時間是幾時？Before 係 Covid 咯。Before Covid 是2019、2018呢？控啦 ，Covid。我知啦，我自控，你看到我是第，你是自控誒，先正個貴個，還是19？自控下我有貴啊，個短。哦，是真正我了，佢哋講我個 V right before shutdown。我年同你講，我很多貴啊，年一節年，我都比很貴啊。哦哇！我個看無到我 itinerary 誒，迄個 ticket 啊，看無到啊。
我成日是背，成日是背是拜六的 ，OK。所以我去看，我成日是讲背伫拜六的嘛，本来是拜六的，但是我去看就是礼拜，你知无？安尼讲咯，所以我再去 check， 唔是礼拜背，是拜六背，安尼讲。哇，แล้ว禮拜就冚了。唔使是禮拜拜一冚咯。哦。แล้ว18號冚。你安尼這年無對去過新疆嘛？你說你到底講 before 咱講，你知道 look forward to 蝦米物件，特別你聽到到底New Zealand 嘅時，安尼這年無過新疆，到底馬來西亞，你到底合併嘅時安怎過咧新疆？這邊啊，有老早啊，這邊無咯，無上加講上加 US 位你看有咪 Chinatown， 你看這邊 even 這邊 New Zealand 無 Chinatown 嘅 ，OK。甲阮差唔多像，阮我哋city阮是無咯，我人說所在，阮係美國嘅甘榜啊，阮是無啊。有啦，是講係你甲 big city 咯，像 Auckland 你看嘛是有真濟人啲。就講 celebrate 啦，但係這邊位安尼桑卡拉無啦，安尼位。了你安怎？你有家己想做淡薄物件，還是無插伊無做啥物？做淡薄食物件甲朋友咯。嚇，安尼看這邊不有淡薄馬來亞人咯。加減有淡薄啦。嚇，幾個咯，這邊檳城嘅人不有淡薄這邊，安尼看咯。所以。嘛是去人嘅厝咯，食飯啊，安尼看咯。你做咩啊？做咩菜啊？特別攏是食新鮮，特別外國。煮嘅菜是真正簡單嘅咯，像講煮咖喱雞咯，安尼看。小隻物件啦。對，咖喱雞、油腐菜，安尼看呢袂做，because 人無忙光這邊，嚇。所以我能夠煮，像講煮淡薄湯咯，係你叫咩湯啊？係你真正自家裡面嘅菜啊，唔是鹹菜啊，係你係白寶嘅，係你。杜豆湯嚇，對，嚇，了，安尼看咯。即 impresso 啊，即什麼菜 impresso 哇！我聽你杜豆湯。誒，我睇咩杜豆下邊？杜豆是去吹咯，去加人牙，伊人去หั่丁啊嗬，係人。哎呦，你派吹掉。你好，你洗真正空口洗，但係我唔洗啊，叫我朋友去洗咯。Oh my god！ 我喺美國嗬，我開始是去燈籠店啊嗬，我嚟買條杜豆，我啲洗清氣啊誒，嘅應。哦，你爽嚇？你咪是哦？誒，就你講嘅嗬，知道未煮啊？知道就未煮啊？未必我去新疆去買杜豆。未曉煮哦？未曉，杜豆我實是未見過嘛，我是咁咪排骨杜豆姜胡椒粒。無伊人骨條嘢你杜豆係啲你點你打隻可以打，我看下隻隻間我嘢你先落你切隻。哦，特別做係。免嘅啦，誒特別有杜豆湯是用排骨嘅咩？唔是用雞啊？哦，唔知哦。我想我是用昆腸加你，冇咪 stock 是係咪 ？stock 是排骨還是骨咯？係杜嘅骨啊，用杜啊，哦，攞嚟不？有條係白龜嘅馬蹄，加韓胡椒係咪？胡椒粒 ，yes， 胡椒粒。伊個湯裏邊較濟有薑好，但冇薑好。冇薑。我伊係個係你 mushroom 啊，奇奇怪怪，can 你 mushroom。對，特別我唔是講。伊面是係你 butter 呢隻。一粒，伊成間一粒鵪鶉蛋，然後一粒 straw mushroom。冇，伊食咕咕椒呢嚇。伊食 funny shape 嘅喎，伊面是 butter 呢 mushroom 嘅。哦，這邊嘅 look，我食到是鹽。look at Google straw mushroom， 伊成一粒，細粒誒，安尼一粒，大粒，細粒誒。straw mushroom 啊？冇啦 ，straw mushroom 是 enoki 嘛，唔是咩？唔是，look Google straw mushroom。哦，對，你講嘅對，伊是 straw mushroom 嘅。哦，咕咕椒。伊 oval 嘅 shape 嘅 straw mushroom。
Yeah, 暗 like 春 that. 蛋嘅 size 暗春蛋嘅 size 呢？對，我成日咕咕椒咧啦，佢講嘢 shape。嗱，乜是只個咕咕椒？咕咕椒嘅頭啊，係咕咕椒嘅頭。是咩？嗱，想咩？你係想一下。嗰時你 helmet head。啊 helmet head 咯嚇，係 helmet head 咯。出嚟係想。用嘅呢個。對 straw mushroom 是對。了 correct name。了OK，讀到湯 OK，then OK，然後個最後面個即別胖，你到底甲朋友拄嘅時 Actually 我煮過一道真係古一陣啊，煮過那是了嘛。哦，嚇！特別咧，我和我朋友食咧，紅毛食咧，伊人唔要食咯，比較你係那是了嘛？OK。啊，安尼看咯。我係朋友這邊紅毛สุ家食那是lemak，我煮那是lemak啦，第一嘅嘛，我 just 係你 coconut 嘅物件煮嚇，แล้ว我煮一個 vegetable curry，伊人講我計夠煮呢，我計 like 我成個一個 hero 啊！你貴妹我安怎煮？我計人講，伊人家己貴煮個。你無煮咧成個咧sambal咧，夾咧係江湖鏡去鋪油，了夾加咧番椒，แล้ว去煮伊個即個sambal無啊？那是了嘛？哇！冇馬上laksa啦。我是 just 煮迄個買迄個 frozen veggie，咁了去 Costco 啦，去 Walmart 啊買，咁了無上嘅，了加一磅一磅，了 just 係你爸爸誒迄個，你古來훈落去嚇，了係淡薄 chicken broth 落去，了伊人咁了講，哇 you spend so much time cutting all the veggie，我講 no all frozen。哇！แล้วOK，那是了嘛？แล้ว你ลอง新疆到底，當我看別人呢別使即煲鹹啲呢？煲鹹啲你新疆你搞煮你應該新疆是有煮有煲。我愛的是 OK 啦，叫咩啊？係咪咩咧？老甜唔是30咩？唔是老甜30咩？ 30咩對，老甜咩是係舊音。對。30咩是食愛的是食螺，還是食牛肉隻？牛肉隻都是安尼啊，豆腐叉啦，還是蝙蝠叉啦。了啊無就迄個簡單啲是 mushroom 加 broccoli 啦，了蘿蔔咖喱雞。喲，你這就係你啦，係你湯嚟，你講嘅叫咩啊？肚豆湯。肚豆湯，但係我冇係肚豆嘅。你冇食嗰隻肚豆啊？我冇食嗰隻肚豆，我是做下你。你學照味來點嘅啦，你是食。學照味加你白骨喺你馬蹄啊你。哦，OK。你係是阿婆就煮係咪湯啊？我未聽過。哦，係你虎標嘅湯。虎標湯。OK。虎標湯是安怎煮嘅嚇？是安怎嘅嚇？虎標湯咪是都係虎標咯 ，fish mall，了係是我有陣去當人店食 fish mall，伊是迄個來喎，伊是成個羹啊，伊是羹，就是講伊是食結嘅湯，伊唔是成個講清湯嘅。你煮嘅是清湯。煮嘅是清湯嘅，是便當嘅。OK 嚇，แล้ว是安怎裡面係咩？都係係你們誒咯，係叫咩啦？乜啦？講乾貝橄欖豬，橄欖豬，แล้ว都係你sea cucumber 海參，你買掉啊？淨海參？啊，我再買。我人喺 Costco 買海參咪咁講。哦呀，對 ，Costco 買海參，你買 online，買 online。大啦。冇我人嘅 install 有陣買大。sea cucumber 真好嘅 great 嘅 Canadian harvest 嘅。就好 great， 伊 already 做成期號路係大個咧，一包50幾塊，唔知有啥10幾粒、20粒安尼，到裏邊。Actually，伊 quite affordable，伊 price 啦 ，compared to 係伊 price 一便宜，TNT 賣80幾塊。你係海參 ，actually 你特別 pre-cook 嘅唔是？
因为June，你熟浸咪，所以是来是大诶，所以浸咪，伊来是大啲，浸到要浸幾秒哈。會使阮啦，幾多點特別你浸咩都鐘會使入去煮咧，你免講成日定話成日煮可以食一個嚟 add 入去你湯裡咧呢。阿爸，我煮個了是 instant pot 嘅物件，點個了？哦，係啦，就是哦嚇。免煮個幾多點鐘 instant pot，哈instant pot 嘅型咯嚇，嘅女。係啦，安尼係你好料嘅料個了接起就對啦，安尼哇，你食高粱咯，即係而家食高粱，煮啊。安尼是 luxury soup 啦，我叫。แล้ว做螺咧有係咪做螺上會較硬哦，因為你們煮做螺較硬咯，因為你是個了是要切個細呢嘛，細要切，了擺個了呢嘛，了湯往時我是用嗰啲。加西嘅 style，所以係你紫菜啊，係你日本嘅紫菜，嚟昆布參伊bonito安尼嘛，有時都使做 stock 啊嘛，啊是香菇，你使係香菇阮，有時有時食螺是最硬嘅，我感覺，你白個了就是買扁嘅喺度切，你是去你等人店食比食比啊，伊是你 already shabu嘅吧，啊shabu嘅吧。邊嘅，頂住冇個隻呢，都係看我小英。係，我想要食，我當然想要食螺嘅，因為你實際應該是講，特別有時你條真正好食鹹嘅，特別是真正，即係當然我看咪是 snow 掉嘛，當然，แล้ว個呢冷嘅真正是特別是拄到，特別是 either snowstorm 啊冇 ice storm 你看你咪記喎。啊，แล้ว咪食螺咯，食螺啦，佢個講個季節，安尼食螺。我家己，我家己一人嗰什麼食鹹喎，嗰度家己，嗰度參人，叫你呢個你過來啦，叫人嚟啊，就是啊，落雪啊，就是麻煩人咪出門啊嘛，所以落雪咪出門嘅時候，對，伊唔是講冷呢，一個有特別是成個 either 是 snowstorm 還是 ice storm 嘅啫。usually 80% of the time 是呢。你人不要 plan 啦，去即個人嘅厝，伊人有 guest bedroom 啊，是係咪啊？是夾 board games 啦，夾白膠啦，夾攞。免做工啊，到時嗰度做工咧，個錢都滯哦，真冇辦嘅。錢咯，第一線你咪夾之類咧啊，別碰第一線你咪夾先正是唔是冇辦嘅，所以到啲外國。我啲放曬掉。唔要緊啊，一做龜，一啲做龜，一啲吹龜，一吹龜。OK，你講，嗰陣我會有啲什麼 sorry。嚇，做乜先？為你講，你到時是感覺到即係線，就是個無限放嘅喎，無人再講是真正。嚇，對是嚇，你唔知講佢直接是Chinese New Year初一啦、初二、初三、初四，但就是唔知，啲啲做工就對了。對。伊無味素誒嗬，只線了。對嚇。你做你無 mood，I celebrate 無 mood 呢就。對，是咯。你講嘅是對。我只這年啊，我感覺到我已經是上個四百了，規身正無，食三打三分上海點頭，人成個規身正安尼這年。無趁過喺你氣氛咧，嗬，變做你成日 OK 氣氛咧，你無話曬講你 miss 啥物物件氣氛咧。你關自己啊？哦，你關自己啊？然後變做我都冇激心，就是因為我真正聽到對人是一隻重要、一隻大嘅日子啊，當今變做成個，你知冇真正咯？成個變做教人嘅見成個愛對嘅，你講我都冇激心。Black Friday 半間老咗。Black Friday 較老咗嘅真正。講 Black Friday 唔夠 exciting 個 ，because Black Friday 個物件俾你真正，嚟咁樣人講要計爽嘅，啫，你件事咪個無人個無半下，對啊，係，嗰度做工啦，嗰度自己補食。我喺 California 做 state governor 嘅 job。California 有 celebrate but only for state employee, not federal。
哈，是因為放一節啦，第間馬路放一節好。放一節嚇，咁咪頭潮嘅咯，又見咯。但 actually 我能做工我 office 我有隻 floating holiday。floating holiday 是你使用你 follow 自己 cultural or significant religious holiday， 你其實會使用，其實而家用叫做你自己 floating holiday 咯。所以你愛夾下一節來做成這樣特別我是感覺我袂咯，我感覺就特拍生，因為你都無 mood 無面時夾隻 holiday 對來我困覺我聽起來OK 去麥當勞食你 prosperity burger 哎呦 sad 咯激死我，因為 so pathetic。我第一個就是去咧當人店啊，加買淡薄物件食，假是煮，我煮 usually 我幾那年我煮阿三laksa 嘅 ，because my favorite 就是阿三laksa 嘛，所以嘛，一部件阿三laksa 食咯。你阿三laksa 你湯成咗你個幾有料啊？係咪？冇，我買你一包Malaysia 嚟嘛。本來你成個話係特別是一時打咩是大。特別是有啦，你我看伊飄成咗，我不知佢吹。有大。當然 ，the last time 我食過無對 Malaysia，the last time 我對佢我買你票是無好食啦 A1。哦。我算 good A1 未去。呀，無好食。That's why 佢有春過 ，because 我買2包嘛，佢有春 ，because 無好食。你我減啲價，我是有年是真。我減啲你買啥物？哎呦，是我未記啊，要你 brand。我試咗。Baru kau yang mana Little Nyonya？Little Nyonya，是 Little Nyonya 好食。Little Nyonya 唔是大款啦。冇，伊是打咩人巴啦？我老實講啊，係你近了我 over the years 我買正濟嚟種金磚啦，咪覺得無上嘅垃圾票啊。係你 Little Nyonya is the best，the real。我30包你咪是 Little Nyonya 咯。你咪搞搶去嚇？我知道自己對佢買淡薄嚟 try 下，特別買我嗰隻字我係你 vintage 個咪隻啦，個嘛，我 vintage 人哋幾年嗰隻好隻喎，我係。你都夠 dinosaur 啦，冇啦，preserve 隻股票。冇個 finally 啦，year 2000咧，我同你講我係回事。冇，你只就係你到樣呀，你就再講啊，白搭你票嘅了啊，別伊 quality 別夠，都是上個食咧正 maple syrup， 食咧 Aunt Jemima 呀，別上啊。我特別討，特別好。我知係上面票啊嚇，ยัง冇做本呢，我合龍合龍。合龍，我唔係講合龍係 good，合龍我知合龍嘅好，合龍嘅我俾，仲金磚啦，嗰陣時好啊 ，A1 嘅有影是俾 ，like 未去嘅啦，A1 嘅，食啊特別啊，冇貴冇錯，我講聽我做嘅合龍嘅嗬，我 vintage stock 嗬，伊嘅味素啊，我食係是舊啊，同埋你些食係是差唔多拍唔到嘅，我of course 我是冇食過啦，特別湯嗬，是我食係想，我未想講，哎呀做淡薄，我是在去 Chinese restaurant 啊，冇，有 restaurant 有賣炒粿條嘅啊，伊叫佢炒粿條冇香嘅，就你食冇乜香嘅嘛，你些炒粿條伊味，冇煙，伊冇咧煙，伊味冇香，伊款冇香，杜白油，有杜白油，我唔係食過，我唔係食，我係試鹹。我唔係食，時刻我是冇食啦，有時刻冇食，我是冇食。特別我食係你伊菜款吼都冇香，我唔係食過。我去 New York 啦 ，California 幾廿間食啦，特別我就估冇去 New York。特別我到啲 New York 幾廿間嘅 Malaysian restaurant 食啊，吼本是冇香，冇 price，冇香 ，something 伊減做淡薄啦，伊做淡薄，伊是上個係伊伊冇。伊無你鑊起嘅時，咪伊味素係伊是較晏，加係你乾炒牛河嘅味素，炒粿條嘅味素。伊粿條有較厚嘅。對。講這邊 North America 真坎坷會做了炒粿條 ，because 炒粿條未有煙嘛，แล้ว這邊 smoke alarm 個了未？蛋。伊真係 smoke alarm 掉咗蛋嘅，所以伊未做。三個去外口嚟炒。唔知啦，特別我到 New Zealand 我食到一刀嘢啦，到 Wellington 嘅時，我感覺怪我，怪我啦，特伊啦，我是有影食是啲外國食炒粿條，都是第我都是一刀大 Wellington。係你話個明白嚇，對，係你話，特別咁數，我係見 New， 特別係一間我唔係食過，New York 係一間咁樣做咖啡店嘅restaurant 我唔係去過，
because 伊個查某是檳城人啊嘛，伊個查某I mean 伊個你Manhattan你經哦？下面 Manhattan 位，伊咪做咖啡店。OK，迄個頭家所是檳城人嘅咩？啊，都是新加坡人。伊是檳城，伊頭毛滴滴，可能快突破興就冇興啊！伊嘅巴成是開迄個叫咩啊？迄個到底關哪角嗰邊隻芋頭，就叫咩名啊？就出名芋頭誒，係名啊？到底 Gurney Drive？Gurney Drive，什麼？係咪 747啊？什麼啊？叫咩？唔是，名啊！下個早起是有點心嘅嘛？有隻，不過伊唔是係一間，伊是corner一間，伊是跟他賣咖喱芋頭呢。你後尾搬去外，就使無地，就使會知，就使走去咯。是哦嚇，頂當是77條咧搬去迄個中路嗰邊嘅，是唔是伊？我未記啦，因為隻名隻怪出名，本嚟是食咖喱芋頭咯，讓在人會啲個話講者，399來啊，講都冇起來啊。係啦，399起來咁我講先正啫，399，嚟，看咩？399我看攏先正。399講迄個垃圾料吼，我古早愛買 try 過買，特別袂使，伊 because 伊有糊吧。你知399你講嘅垃圾係咪？係啦。嚇。我講嘅一個是一個檳城姊妹啊，讓家己大厝做了要出 brand 咯，要福建麵、阿三lak沙，個咖喱麵。我頭先食到嘅是伊嘅咖喱麵啦，我朋友買互我嘅，แล้ว有影快authentic嘅，แล้ว佢我看真濟，迄個 MCO 啊，真濟檳城嘅人muốn去買伊嘅阿三lak沙嘅 base，แล้ว人講快 close 上加落去人嘅。嘅路邊，OK。好食，伊好食。安怎買？伊是到底成個 online Shopee 可能買。伊到了Sunshine Aeon 寫大檳城六個 supermarket 嗬，伊有賣。伊票啥物名？大輪谷，特別伊如果使到了 online Shopee 還是 directly 甲伊買本嘅。One thing 都愛 make sure 就是講。你甲我，是講你愛轉去嘅時間買，因為伊嘅包裝無限正久嘅大漢粉呢，所以normally你買吼，伊才是大漢6季至9。伊袂像伊912年過食像我那邊。袂，是買金白啦，399。伊是摻水呢，曉，還是一直頭？伊是摻水呢，伊是白晒啦，白晒。但伊講你家己叫你家己 add fish，啥物事是裡面無糊啊嘛？等陣啊，我整有一包，無誒，伊有寫 ingredient 呢，等陣啊，我 ingredient 係咪有糊嚇？冇糊，伊叫你家己 add fish。seafood 啦 ，because 係個。冇，伊寫 extract 呢，你看伊 ingredient，water, sugar, onion, salt, chili, lime juice, ginger bark, tamarind。係咪加西加langga lemongrass garlic， แล้วมี polygonum， แล้ว stream extract fish extract。你是講特別 extract OK 嘛？係modified starch，so 是boba 啊。是個 mother-in-law 伊叫這回，我古早愛買 ，because 我 mother-in-law 特辦衫被打回了，咁嘛 ，maybe 是399出來人 enemy 來睇我唔知啦。即係嗱，你看我看喺度，有 fish extract， 特別特別 fish extract OK 嘛？我買我嘅物件，嗰啲有咧什，嗰啲叫咩啊？咧蝦膏嚇，蝦膏啊，嚇，有隻唔是咩？不拉珍嚇，不拉珍咪是使，你會使 try 咯，會使 try 嗬，攏其他都要 try。所以伊嘅垃圾了，你去看。我有下你領導嘅定，你packaging嗬，你packaging後尾啊，寫埋甲你講，你嘅下面了，對，嗱，你看我看到當然係，add fish, add water，伊再講你maybe買袂到迄種金黃糊嘅嘛，嗱，伊學你嘅 alternative 你沙丁糊，actually 我甲人講嗬。
你會對我嚟講啊，我 try 定到每次食沙丁魚，有特別多 sauce 啦 ，usually 啦，你買沙丁魚嚇。我暑假節係到啲美國有，我唔知國有啦。美國有買一時叫做 mackerel，但係是沙巴 mackerel 啊，叫 mackerel 叫做咩嚇？金棒魚，所以嗬，一真正香噶，係你垃圾嘅味，依規罐嘅罐頭嘅水都計倒落去，然後你可以滾咧時，你使做喺喙去淡薄，哇！一滾起來是真正香真香。你冇用 fresh mackerel 啦，冇，我用你唔係用 fresh mackerel，because 你用係你依 somehow 一罐頭嘅味啊，依做一個一罐頭嘅 mackerel 一淡薄。粗鹹你知？伊就冇臭啲糊粗嘅油啊！伊油咪是你只 mackerel 骨 fatty 啊嘛，所以伊油啊淡薄臭啊，伊做一隻成個垃圾味就，然後伊對我嚟講係係你較好過係沙丁，一個較便宜，然後安裝穩定好就是伊唔是 fresh 嗬，你會使一頭夾來啊。規罐，我啲開對使掂落去啊！然後伊個骨啊，咪咁樣咪係沉落去食，人哋糊嘅嘛。伊糊了，伊無刺。對，好巧，我只覺得我較就是係攞罐啊，我是用 instant pot 嚟pot煮啦嚇，我係攞罐。然後我只係咧 vintage collection 合兩嘅 vintage collection 咧，伊是你一包入面。你就要下一粒大粒蔥去加係 blend 咧嗬，沉水了沉一碗，你入去滾，然後你就 add 一壺咯。伊有淡薄係你有辣醬滿嘅入面，所以你味道淡薄臭嘅，俾你香嘅味啦。係你真香喎！哎呦，是講我揾啲我冇係你垃圾款嘅。你我成日咩講煮垃圾？你食你合攏嘅，你食有真好食啦！你食咗你當我呢？你有影是感覺有影是 like there's no 特別 no comparison。特別你食咗你半個跟凍嘅味嘅，你知？哇！我係食到是講嗬，我跟你講嗬，你看你個技巧調味，我未看你特別調，你是對伊 instruction 伊冇好食。你特別嘅，伊淡薄清，加料啦，你就加鹽、加糖，水料嘅，俾垃圾。阿三哥咧係阿三哥咩使？係水甘咩？阿三個冰嘅，我係俾阿三個冰嘅。我估住行嘅包回阿三個冰美國冇俾。要阿三個冰即冰是全部。阿三個冰是叫做是 tamarind。阿三個六個，阿三個六個。阿三哥，我嘅話叫做咩嚇？阿三個冰，阿三配嚇，伊無像嘅，點解我想講阿三配加阿三哥是像這物件無像嘅？無像。阿三配是 Cambodia。哦，伊是切一片一片嘅，你好。伊是一個 fruit 嚟，所以伊切一個 fruit 了，伊去拍海帶。阿三哥是 tamarind。對。哎呦，垃圾嚟講，我食垃圾咩貴先知啊？我過幾年，我講新疆下面嘅未使煮，下面嘅未使煮，下面嘅白嘅未使煮，白梅未使食白梅，是咩？梅冇講啦，特別是講未使食豆菜，包菜，是人啊，唔good啊，豆菜 cabbage 啊，cabbage 菜啊，高麗菜啊，是咩？豆菜，總之係豆腐未使食，總之白嘢件啦。豆腐啊！我唔知。我是 learn from 我一個 friend， 我一個伊波人，我一個食夠煮嘅。你伊到做 party， 我Chinese New Year 時我煮一項件咯。我 most of the time 咧，我是 bake 我係年糕。地龜啊！我 bake 嘅，我唔是佢嘅，我是 bake 嘅。安怎啊？安怎你講佢 recipe？ 冚唪唥噶啦 ，whatever ingredient 上加。鹹就對啊。冇，年糕咧，你特別有佢哋叫咩glutinous rice 嘅 flour，and then 參加叫做煮米切。水紅豆，水紅豆我係紅豆，加佢哋咱食起頭嘅你啲啊，紅棗啊。紅棗 OK，當然嘅紅棗啊。甜一罐嘅中國嘅，嚇你啊。
一个紅白白嘅 box 啊，甜嘅紅棗，已經撇得伊你是人家來做糖水店就做糖水是揚州啊？唔是，食鐵佗嘅，零食嘅 snack 嘅。是伊做咩想意思是成個係裡面都 Eastern 嘅 date 真係吼。無像，伊是揚州來吧？伊是中國嘅 brand 嘅，食鐵佗，伊是 glaze with sugar 了嘅。OK，所以黏黏咧。冚唪唥浸個了入去，倒落去 oven 一點，嗱即係唔知 how many minutes 啊？然後伊煲出來，你冇係咧 memory 係咪冇啊？一頭時間去 bake 成個 cake，然後你出來 texture，你 texture 出來是頭頂是切切成家 bake，成個貴賓家咧。哈，頭頂切切入邊煙煙韌韌。我冇 try 過喎，我真係吹呢。我係中國嘅可麗教啊。未怪我冇聽過，因為這是中國人做嘅。因為我是想地瓜咧，我是較濟是去買迄個越南人嘅地瓜，往這邊愛吹唐人嘅，較濟因為那是一些唐人文和年糕文，伊是到啲越南會做嘅，唔是越南會做嘅越南嘅distributor 啦。because 在越南人有嚟有歸唐人正然後呢嘛，然後香港人Malaysia 嘅地瓜哦，食起來香。我特別冇完全像。我嘛是我做 D&D 買，我食了無香。伊是特作淡薄。無夠黏。了我都有當時無嘛過actually我有一地地瓜想我特別是要 collect vintage 物件，但是只一年唔知3年我未食過未啊，今年都未食，因為我往時食古本好好，一定嚟可能使嘢去煎嘛，煎咧是一頓對對啊，你嘢煎嘅是外口嘅皮就冇切去啊，了伊只好食嘅入面嫩嫩嘅拖出來。我食這邊嘅我感覺伊有係面本差我㗎。Because 人 Malaysia 伊個黏，成伊黏到落 Q， 伊來成。我會啊。上翻嚟哦，特別我這邊買 D&D 嘅無嘅，你加一頓。OK，伊無呢黏，特別我感覺有差。我是來說伊無呢香，伊無呢香伊味。伊無呢 caramel 嘅味。伊無呢香掉。伊是糖嘅甜呀。了，伊是就講咧，伊是 sweet 加 starch 嗱咯。伊是糖，伊無想講，人嘅生活淡薄，伊只香嘅味，咱有actually 地瓜裏面有椰嘅話，無嘅嗬。古拉木拉個，地瓜是古拉木拉個嘅。袂怪，伊有淡薄香嘅。唔是啦，伊 colour 香。了，我對伊 recipe。咱這邊買嗬，伊唔是係古拉木拉個嘅，也是椰迄個糖哦，就嚟擦 caramel 先啊，然後嚟。摻落去係 glutinous rice，that's why it's brown color。特別我感覺伊個唔是係個了100% glutinous rice，because glutinous rice 你只加落去啊，伊成個鹽啊，可能伊黏加真正，即係無啊，你加了你一 Q， 伊唔是黏，伊是 Q 呢。對，我講對，你講對 ，because 你maybe 是特別 fresh 嘅人嚟講咯。我唔知，了我買兩兜，了我冇買第三兜，特別我較直接冇甲看到 D&D 嘅 flyer 呢，一個再見買啊，所以 maybe 後禮拜做。你去做，我是要吹我當今 already 有嘅我樓頂嘅，了是我有頂住是我有人互我兩包嘅咧椰絲啊，所以我稍微吹啊是去換啲椰絲來食，就按掉咧。你叫定得啦是只呢嚇，咱是黐嘅時啊，地瓜啊，你家己吹啊，夾肚一支呢，坤啊，換嘢食。嚇，別使講，你講咩？古人，我喺香港嘅朋友嗬，因Chinese New Year 時嗬，因是有迄個 especially 30名時嗬，因有煮迄個鹽嘅咋。嚇，因講是全。冇鹽 red 甜嘅，湯圓啊，OK，
哈，因有嘅，个伊艺术是上嘅就团圆咯，团圆咯，用酒嘅，and then 个甜甜，个阴阴暗暗嚟恩爱啦，嚟 loving 啦，你可以 and sweet and warm and togetherness，对，好意头，好意头，哇，OK，actually，伊是未歹做，是講本大本啊。我特別會使買 frozen 嘅嘛，有糜嘅啦，內面有土豆嘅啦，有紅豆。但係你講紅豆嗬，你紅豆是食了㗎，還是青紅豆嘅去加，還是規粒係入去？你特別講你做你 bake 嘅，你 bake 嘢啊，bake 嘅罐頭嘅。罐頭 red bean paste， red bean paste， 所以唔是一粒啦。我 recipe 我記是。你叫啊，你叫啊，我上邊 try 看 ，because 你 rasa 起來真好食。我聽起來成個好食本，你在外口淡薄咖喱，然後裡面個淡薄轉嘅 QQ。我是規包，拉薩是規包，佢哋elephant bread 嘅名詞啊。規罐，嗰是半罐，亦depends on 我愛落甜啦。because 我同事甲我講咧，if you have red bean paste 嘅甜 ，because 你 Korean 嘅 red bean paste 嘅時候，咪中國 red bean paste 係快甜嘅。對，有糖嘅。你 especially Korean 嘅，伊內邊有 chestnut 你就參加 chestnut 你就會。伊是 already， 所以伊唔是一粒啊，所以佢是 paste 嚟啦。伊是 paste 參加一粒。我有參 ，OK， 伊內面有淡薄。有淡薄 texture 本啊 ，OK。texture yes，and then 伊個有 chestnut 誒，所以掂到嘅咧，佢加埋你食你係你鐵土嘅係你紅棗嗬 ，is glaze 紅棗啦。係你冇切啦。有加些些，加，你愛加些，我咪加啲，係先我使下咧，係你我應該是下你。Middle East 嘅做咩使 OK 咩咧？咩是滴滴？我冇呢水啊，係冇紅啦。and then bake 出來嗰是 brown colour 啦。OK， 所以你係水了去米切膠，了係伊嘅 paste 去加了膠去嘅。膠 mix 加了落去。and then 了補頭填落去 oven。แล้ว你就咪係油哦，你嘅 pan。應該就會係油啩，所以應該未掉，應該出來呢部，所以你就倒落去啊，就入去補就掉啦。伊是唔是係水？伊係 1 cup of milk。milk 牛奶，一個 packet sweet rice flour。咪是請結咯 ，1 cup of milk 幾包嘅米切。規包嘅米切 ，and then 1 cup of milk 3粒奶，一個 can of red bean，有 red bean paste。And then 1 cup of oil。對 ，OK。係你 red bean paste 是ตัวเล็กตึงหนังเตรียมเบ้อะ under ตัวเล็กมี section like 你去咧 Korean Japan 嘅最好。想咁硬，你個 section 咩啊？唔知有當時。我就是啲聲，我唔捌看過 red bean paste，你淨係講 red bean paste，我頭殼直直轉，砰，我小尾雕打落去吹。小尾雕。罐頭應該是罐頭，我較濟時我看到上個時候我較濟看到 red bean paste，伊有當時是到啲 Korean 還是 Japanese 嘅為啥個？你知有當時你食係個日本啦，你食係個有當時 green tea ice cream 啊，對面有係個 red bean paste 淡薄，伊是淡薄米淡薄，แล้ว你知啊？我知啦，你俾 pastry 係咪要裏邊要 red bean paste？對，紅豆沙嚇。木枝本是要木枝裏邊。對，木枝裏面有對。因為兩種日本人一種是較粒嘅，後來成個隻紅豆算是係一種，แล้ว個一種是成個較 paste 唔使講你用嘅是係你較糯咧，係豆沙。糯，我是紅果。OK，actually 啊，有粒我拉沙好食。half cup of sugar 啊 ，depends 你愛食落甜啦。我同事是講，伊是係 half cup 是食 consider 食甜啊 ，because the rest red bean paste 嗰啲冚唪唥嗰啲食甜啦，所以叫我講，你會使我咧是唔係 sugar 啦。OK，你感覺就夠啊啦。啊啲我拉沙，特別地貴，特別食較甜我拉沙，特別做較甜淡薄。伊無甜伊袂涼。
哦，誒，黃時你冇 sugar 啊，伊會 reduce moisture content 唔會。你冇係 sugar omit sugar 啊，伊會裡面嘅 texture 黃時會 change 會換。會冇想。แล้วand then 沉ปลังก็沉bake and 即係笨多人掂都去攪。แล้ว你是嘅手加還是嘅 machine 加係咪？冇，我用手做 because it is quite sticky。哦，你使係，啊，你一 cup 嘅 milk 呢，特別一個1 cup 嘅 oil 啊。1 cup of oil。And then 我嗱細隻伊 texture 伊 better 是就結伊 better。伊未上加，你使用 food processor 攪，我嗱使用 food processor。會使啦 ，I think 會使And then 35 Fahrenheit。And then bake for 1 hour。Okay，I cover。And then when 你插入去時嗬，一 bake 時好咧嗬，你夾下你 toothpick，下你咩 skewer 嘅篤開嗬。夾起來哦，伊袂掉，伊無色咧，伊會掉哦，你看你 doneness check 伊 doneness，OK。伊袂掉，插落去，撿嘅。伊袂黏了啦，伊插伊開機前撿起來，就是講 OK 啊啦。我嗱啥好食，本來你講我成個我嗱啥好食。好食。誒，你一包誒，你少教我 recipe 啊？我是袂記嘅。你小英係什麼？你 recipe 係什麼？你教？你做了，你 post 嚟小英，互人看。我有小英。但是你幫我做嘅，就 maybe 2028嘅時候我做啊。你 train 你按做啦，但係我是叫你講你 train 你按做，你較快食。調本 actually 伊做嘅機會是較廣過我做啦，老實講。我未做 ，because 阿莫包還沒不買食，แล้ว我家己一人我食不了。對本，冇我是冇試咩啊？你家己一人我冇試咪去煮煲都咋？對，你冇試咩了？你 just 去買一地，去買淡薄物件來食。Bruce at least 伊個會做咩？那是往做螺，伊會食螺。誒，食蕉啊，我食蕉啊。唔是食蕉，誒，399個對吧？399你會按咬隻螺。伊按還沒會食啊。你會按是你按咩？你會按，你會按咬隻螺。我按伊是有食啦，特別伊袂講是鹹螺。伊是唔是 barbecue？你先講成日食 Korean barbecue，伊較鹹 barbecue。但是我是講較隻阿摩，伊是甲阿你 barbecue 嘅 flavour 佢 hot pot 咧。伊對 hot pot 是酥咯，伊會食特別無燒食啦。袂燒食，你講咁樣嘛是點嘅湯啦，你慢慢攞。我紅本是伊是學伊 prefer 經呢，要煮 hot pot 還是食？你 barbecue 成日你識講伊 hot pan 咧同埋 barbecue， 伊是食 barbecue 係啫。特別我食攞伊個食本來伊成日拿糊白雲啊物件點落去，然後去殺咧嚟食，伊本會。有食啦，有食嚇。然後想講伊食了個特別嘅想講係咧，有一項物件叫咩？伊想加冰克啦 ，fried 咧特別咕窿起來哈，我知嘅嘅，伊想 sponge 咧，係哈。哈咧，伊就暑假食，因為想講如果是熟起來嗰種伊湯像有熱水熱，伊有熟起來嘛哈，伊就暑假食反正แล้ว哈咧胡完吼，伊暑假食種會爆汁嘅。係咩？爆汁嘅。爆汁係咩意思？就講下咧玩 bursting ball 啊！哦，因為伊裡面有鹹嘅，伊裡面有愛，你搞落去是噴安尼爆炸嘅。誒，你看我嘅水雜我來啊喎，這位娃娃，位娃娃等我。聽到阿妹這個是 natural 嘅 ，natural 係咪巧啊？你頭毛 natural 嘅頭毛，頭整是假，誒，個水哦，你等啊你冇。誒，只 natural 就你頭毛啊，你頭整嘅水。嚟，我啲時候講嗬，我嗰時應該烘梅魯蘭。嚇，對 ，OK，魯烘。對，因為魯蘭是我覺得是做外國嘛。不過，等陣魯是馬來西亞嘛？399應該在本。Oh shit！我 computer 係 crash 咗。399。不，所以399唔是當外國咩？特別應該在嘛？
我特晚我每一個問題攏 before 攏來，到啲馬來西亞人來嘅時候，我是講當今有興上加馬來西亞人是去出去旅行，真正是出去旅行嘅，冇到馬來西亞過程。當今實行了，當今實行了。last time 嘅時候。看嘅地方，看出流人我係有流人，甲就是無去食飯嘅。無你看安怎係流人啦？若是講伊是會行呀，成日講50幾歲呀。50幾歲食流人咩嚇？不，有50幾歲乜得叫流？50幾歲就做媽了先。有50幾歲，無50幾歲60啊就做媽了啊，我是真後生。所以伊人不是，伊人就有出，伊人就有出國咯。我看我 student 嘅 parents 啊，帶伊出規家口啊，你講去咯，去香港啦。去新加坡去香港會有物件勘掂㗎咩？特別樣去食飯嘅唔是初一初二去嘅，樣甲就是種初三初四過後甲去嘅嘛。本是到新加坡，特別唔是新加坡，特別無經種。無經30， OK， 來當今好多項目王者咯，會話話。是咯，我梗係再講下好奇啊！你激死我聽到我講嘅即係真正時特別自己都去食麥當勞，真係很激死我。我就是啲小講好，係講嘅你能夠啲是安怎去。貴哩，安尼就 call 咯，就 call 咯。咁我同你講啊，大去幫新加坡。特別你，我同你講話，我幫㗎。我是一個 bring Chinese New Year。OK。你先呢？你是成個我係紅呢，我係真正是啊。我同你講，我頭晚是較早是有甲三六三講啊嘛。我人三六三甲我老人是贊成講我安尼久無大馬來西亞吼，過正嘅時候對我來講是我已經是想。無咪被鎖去啊！咋，所以無拉沙講，我人 miss 掉後面，因為我人無 expect 啊，就想當做 OK 那個就接可能咯。แล้ว特別我幫工對嚇，如果三六三獨狼啦，對新界點先？邊那個 still 前日留咗個。我有對過，我對我自控19年時我對過正過，所以我特別就是講，我到後邊時我會講歡喜就留咗咯，特別。對嚟一邊嘅時，我變做成我 expectation 是我 base 就 low 嘅，所以變做我冇成講 expect 講會做緊咩流作冇好。有當時我幫工嘅時，甚至係我幫工嘅時，我硬特特是會幫新加坡，我對住嘅事。依個係西洋路嘅，係咯，真正伊成個講啊，甲有下你氣氛嘛。嚇，伊去到人店買啲 snack 啊，係咪物件嗬？伊成啊，頂到伊學堂就我往正等人碟，所以伊幫工伊就是去買 snack 互我，成新只即係 basket 那看咯，你幫新加坡咯，伊就要炒嘛，伊就要炒財神刀嘛，所以財神刀，我今年來炒，你來邊個見炒財神刀嘅？啊，對，嚇，所以安尼看到咪話我係嗰陣真是我係 expectation 是真嘅。特別成個 US 啦，你講啦，個有 Chinatown 啊，有，我在 US 是金邦嘛，我係在唔是講金邦啊，我係在 Kansas City 度，我定住我講俾個人嘅時候，我講 Kansas City 是太太平嘅呢。所以我隨咗地方是較細，實講你講吉隆坡是成個 New York 啦嚟實講，了Kansas City 就成個太平嘅呢，咯。你哋三六三咧，嘛多遠嘢咧？我諗這邊就是成個你到你嚟金邦嚇咯，是。你嘛無 Chinese 嘅，即係無等啦，無阿咪等啦點啊咧？伊 Chinese 就是大咧 University 嗰啲是學生。แล้ว有新年嘅迄個氣氛咯，氣勢了。當中我join，我唔是 join 迄個 AAI 咩 AAIP 啊 ？AAPI 啊，API 有做 lion dance 嘛？唔是啊？有，但我冇去過本，特別爸爸本是 because of winter storm 還是就 cancel。咯，了是花車去撞到嘅，真濟個了人啊，按是愛 celebrate 啦，真愛 celebrate 啦，個了去撞到。你有路喎，三六三，成講三六三個即個鹹水甜啊。
半咸甜，半咸甜，半咸甜哈，你人有安尼款调工特别换车去，多所在。一大 Vancouver 真济长人嘅嘛。啊，这半咸甜走落去哈？啊，这他妈都走落去半咸甜。冇就是咪定。哦。ยังไม่คิดอะไรตัวตัว哦 ，OK， 哦，我คิดอะไรตัวตัว呀？個落ตัวตัว哦，哈，我摸你，冇啊，我未必是嘅。我摸你，我摸你，我叫起來。伊是到多倫，不，伊是到 Vancouver。啊，Vancouver 而家就留 drop 嘛，嗬 ，Vancouver 啊。Vancouver 真係正能，Vancouver 我諗佢係講咩？我諗是有 third language，third language 就是 Cantonese。Mandarin 是咪鬼我唔知啦。你講下波咁啲，你講下，你係 Vancouver 應該真正留 drop 嗎？嗰時先。伊人甲留 drop 啦，但係每次我感覺多白位啊，每次 baby 檳榔嘅留 drop。但係你是唔是講檳榔？哦。嗰行，你諗冇 holiday 喎？就是咯，冇 holiday。神咯，你講。唔係呀，我啲冇到了啊，是壓力對壓力。壓力啦。三叫你壓力喎。我壓力嘅，我講你嘅時候我冇做緊，好，你好你款。我壓力嘅，所以我同你講，我頭一年來時候。I mean 我是真係屬甲貴正嘅人啊！我對，你買飯是一個 tradition。我是買，我使買食月餅，買過中秋，喺你厝裏邊嘅，就是正我特別貴。嚇，所以我是特別愛補嘅一個大，因為講我無大，我話是無大馬來西亞話，我頭一年來時候個。winter 嘛，แล้วก็冇食啊！我試咗爛哦，走去你在呢 Asia Market 咯，在那度嗬，去買下你攞粿啦，隻攞，下你 fire stove 啦，แล้ว去買下你河係咪試過啦？แล้ว去買下你海底撈嘅料啦，所以你就自己做啦。所以我變做 ，I think maybe 我是半段，因為我嗬冇咪。但是我當然我 maybe 我你所整 maybe 我較有心，但冇愛做，因為我較愛購物誒，然後做喺樓啊，咁閒悶呢樣事啊，我即 prepare 個嚟 winter storm 就哎呀死個無攤，我頂到時較愛購物隻攞，本是留咗。真正咧，我係拄到 winter storm 啊嘛，閒死。真正就是重拄到啊，甲你講。哎呦，完全是想象嘅 winter storm 或是 snow storm。嚇。二個就是係講得啲無法了嘛，到了，哎呦，無法了。แล้ว那頂就是我做咩啊？我有 online 開 local 誒，馬來西亞 local radio。你諗下會使，你諗下會使，咪รู้啊？有 apps แล้ว嘛，有 apps แล้ว啊 ，website 啊，website 佢bằng嘢嚇，有係啦。所以就係我個，因為頭一年我過來時，我個唔使講。我個想講，哎呀，這個 decoration 物件我應該買掉，咪在我在那兜跟那邊紅包籠呢，就。所以我有朋友過來時候，你強俾嚟，都會使啊，紅包籠也好啊。我強紅包籠咯。我有紅包籠咧，個俾下你。我bank 我使夾紅包籠啊，我個夾紅包籠上好，我 customer แล้วอีหลังเป่า紅包籠。哦，你 bank 特別，按照你 bank 佢有誒。Because 我同人客嘛。我人係咪物件本身 order 嘛，是講來 order 買 order 嘢啦，特別你từng人 calendar 啦，一個 calendar 我人30塊，所以我 usually order 大概20料。哇，你貴哦！我貴使 order figurine 啊、glass 啊、crystal 係咪物件？係咪本身 order 上學từng人嘅 customer 啦？แล้ว但是我 customer 當時大 bank 嘅紅包籠嘅嘛，佢啫。所以真濟人伊人會來夾紅包籠，所以我嘛 order 紅包籠，我 usually order 種30個 pack， 一個 pack 裏邊是10個嘛，所以我嘛 order 嘛海人，你嘛夾去包紅包籠，但係你 at least 你 customer 過同事過嚟講話 Happy New Year 啫。我就冇做工嘅，下面面嘅本冇嘅。條咧變咗冇開，頭冇冇橋嗬。冇幫行，呀。แล้วสั่งหลังมีแกลูกปุ่นซ่องเจ้าเดียวละอีหลังจะ excited มาสิ rabbit อันนี้ลูกสั่ง rabbit ไอ้ figurine
像零嘅年你就送零嘅 rap figurine。等到我做工嘅時候，我到啲 office 我等到 before pandemic 時啊，我有 usually 我嘅即個Asian 嘅group 嗬有做真正 something 嘅。我嚇對，2019年時我做財神爺嘛。如果做財神爺，2020，迄個 pandemic 係嘢，2020我可以做你 costume 嘛，伊穿嘅布啦嚇啦，出來嚇，啷超誒，我啷看小英語啊？冇喎，哎呦，我就要去取消一個 ，maybe 我放到啲喂這 episode 你 thumbnail 嚟。你講咧就冇咩會知啊，你可能 Facebook 冇看到本啊。我冇 post 啦，你未見？特別好，而且我當見我冇看我冇講 post 隻咩？當見我啦啥？是咯，但係我同你講，你 post 到之類啦嘛，你 post 到 story 嘅會嘛？未必我 post story 姐呢嘛，แล้ว冇咧就冇咧嘛，所以但係你對嚟嘅時候，我咪你講，誒，你到底是對嚟咧冇，按照冇看到你 update 所以我變做。嗱，我講變做較笨蛋，去愛講去調整啊399呢，到底愛去做。Please 啊，你50歲不未夠，你講你笨蛋，等個你過到60歲時，你看你做變咩？做變菜波，做變菜波，我你變菜波變鹹糊。399就好啦，要閃嗬，然後做不成講，對我嚟講是淡薄激閃，就是講我淡薄。我感覺就特別激閃滿咯，我夾了咗啦，你咁樣成咗咧嗬？你超過咗 Christmas 誒未見啊？然後你就頭廿線聽未㗎？出嚟㗎我有嗱，我係啱我啲嘢笨先知未㗎？我 decoration 嘢了。我經姐姐啊，弟弟掉銀彩啊！嚇，我個俾銀彩好啊，見你，我個俾銀彩好啊，我係經姐姐啊！哦，見你又自講話，見你。Yes，我唔知，你係馬來西亞人一在第時係咪好日子出來，我係咪做啲嚇，係咪做啲 ？OK，係咪做啲大遊戲機嘅人，成個路是好嘅，係咪做啲遊戲機，係咪點聽？And then 出來比賽我還沒做啲，啷講我揾骨辣咯你，啷講我揾骨辣，我有掉人睇是已經就河邊了，我哋講啊，我掉了是最好了，明啦。我睇掉都 OK 啦，我平時我試試黃菜嘛，特別我個定啲介紹講，講我俾河人紅菜，紅菜，呢就紅菜一種 traditional 呀，要成啊。紅公啊！你頭頂有係你福祿壽誒。嚇，然後伊寫咪整於文堂嘅就咩嘢就，然後伊一啲是有條嘅超嘅啊，然後伊超是有成啊有紅啦，有呀青啊，你可能冇成食，我哥哥，哎呦，這個 colourful 啊，啲 bright month 會使掉佢。食個 rainbow 咧，食個 rainbow 嚟講 prime 會使掉，所以我 expect 我等了。人老人乜都使掉，你至於文堂我冇見啦，人特別冇至於文堂唔是類嚟咩？唔是，至於文堂是嚟多字多數哦，一堂是我精通於你迄個精啊。劍就是打波嘛。哦，冇我名，我 literally 學話你劍嘅擊對啊。哦，那就俾你財神到。哦，如果無係你銀彩寫字嘅咧 ，normally 人是紅布 ，and then 有家人嘅就同見，係你我話家人條咩啊？OK，銀彩起義啊，嗬，咪是一條rectangle 布條起義，你嘅妹咯，對唔對 ？and then 咧。On top of that 咧，如果只係一個 garland， 一成個長長。你 garland 是用咩物件做誒？伊 garland 是布嚟本啊。哦 ，OK， 布，特別有用我個 KL 買啦，有白花，有白花。一白咧燒花係嘛？是舊演嘅調嘅咩？你講 ？No，Chinese New Year 白調嘅。Chinese New Year 一個叫咩啊？咧燒潮係人講嘅事。伊成個布。做一粒，啲花是用喺你布做嘅，成 same 一個小潮啦，一定是小潮。啊，你咪拋下格啦，然後我陪你個了掉起去，夾把鼓，哭起去哦，夾把鼓啊，
你那點呀？八股 nail 哦，鐵釘呀，鐵釘哦，八股。我想講你廿八度嘅，咧掂過去係幾嘅？係，你諗會記哦。咱古早到馬來西亞嘢咧，紅紙咧，一紙愛加咧，一成有 pattern 出來。呀，對。誒，當叫有隻興個本。啊，當叫 laser cut 咧。哦 ，laser cut，我好了。隻 ornate 咧。我是 miss 你學 finance 嘅時啊，去到一位啊，你聽到你當人歌，你起หุ่น咯，หุ่น真係 exciting 呀！特別聽下咧，我當佢嘛，今年幾 episode 可能聽邊咧，可能是完全是冇聽到新隻歌嘅今年，即係可能經驗佢話到啲外國人佢新隻起หุ่น，我嘅起หุ่น完全冇聽到，我激心。就係Juice 講啦 ，Christmas tree 嗬。激心啊，佢俾啲個堆嚟啦。就係Juice 講嘢咩？可能是印抓嘢啫喎。大家Juice 講你講啦 ，Christmas tree 嗬。掉紅包啊。掉硬嘅青 ，Christmas 點先係隻硬嘅青。and then Chinese New Year 是一家嘅青 ornament 落嚟嘅。啊，那你看。你青 ornament 咧，變咗掉紅包咯，青會嘅掉紅包。冇紅包。limited 紅包嘛，所以咪是搶掉紅色 ornament 夠咯。我喲，嗱，別見啊，你看我 background 係幾哇，對，定冷嚇。你話是唔是隻鼓無？你是唔是隻鼓無看到啊？成日講人 decoration 啊，成日講到迄個 supermarket 裏邊嘅啊，迄個 decoration 啊。2.19係咪2.9？你剛才講到2.19年嘅。2.19年，先至我對嘛？哎呦，แล้ว其他咧嘛冇看到咯，成。2.19年我對是個早一道是嗰個，唔知是我還是我嘛嗰度當中冇啱過是，所以我嚟到美國，安尼久後我對去過先至攞到。The last time 我過先正啦，198塊。嚇！哎呦，這個較未記啊啦，這樣。198塊。安尼款你有想念？真正哦，當今成，梗係 depressing 了，就講你講，喲，慘咯。但是我喺 YouTube 嘅時，佢看到人家嘅爽呢。嚇，老作嗬，老作，你講。但你冇 try 就成日講去，成日講你講嘅咯 ，Vancouver 啊，是大陸啊，較長人較濟位咯，冇。對我嚟講啊，新疆是你白隻古早大馬來西亞新疆 ，especially 我大厝嘅時啊，大江山嘅時啊，是季節嘅咗 open house 嘅，你厝是 open house，啊，你是想一間厝，你換一頂車去你朋友嘅厝食啦，無停嘅，無 stop 嘅，食個人過咖啡，食個人過網咖，一人嚟你厝，你嚟人嘅厝，過網結，啊。即邊物件無誒，即嗰粒無相。Actually，好新疆我第一miss嘅物件都是新疆龜。如果了新疆菜我會forgo哈，特別新疆龜我感覺是都寫唔知一天正濟咧，真正嘅氣氛都是食新疆龜，龜咖啡啦，龜棒雞啦，土豆龜啦，米香燒啦，安尼款物件吼。我是食濟人賣咧嘛，阿 John。嚇，咩物件？是邊食濟人賣咧？誒，是 local，哦 ，local 馬來西亞人做啦。嚇，因有賣 online 咯。我冇。所以我咪家人賣，我講佢家逼家己做啊，我去買你咪錢咯。你有試哇？我學啊，你學咪錢水嚟。我學誒，你一邊是電嘅嚇？嚇，電嘅啦。你想夾 sandwich toaster 啊？一是做這邊一地啊，是四地啊，什麼？攞地，攞地。攞餅三不呢？攞餅嘅白椒呢？嚇，對。誒了，我應做下，你個幾係咪切？應做呢？應該一料是只 standard 嘅料呢。特別我頂我電冇上喎，我電，但係我 online 隨看隨掉。你會使俾下你？你嚟自己做咩？啊，我嗱三位硬件就佢夾背數，所以未必佢夾背。我叫佢做。阿媽，安尼食先食貴啦，你可。貴夾背是第應做了個無講意料。功夫個名講嚇。嚇，你功夫嘅，你就是叫下你料俾上下你 recipe 了，下你訂你，แล้ว鋪起嚟เลยแล้วอี會硬訂車都夾起嚟，แล้ว都夾起嚟自動鎖了。啊，你講你邊個做？哎呀，
我叫你啦，你爱买 Chinese New Year 嘅 cookie 嗬，吉隆坡嗬，歷嚟嗬，我看到TikTok 嘅啦，有 sell Chinese New Year 嘅 cookie 哦 ，throughout the year。到底在吉隆坡嘅？伊唔是出來做嘅，伊是規家店嘅，伊是叫Milky Way Shop。我就是講我對吉隆坡對馬來西亞是比較，就是講。actually 我特別我嗰時見只，我是小只是新正是小只，所以我有當時有做土豆粿，我把做土豆粿個maybe 我孫當咁多正話咧，有可能伊每我看愛做啊，因為我較就是攪變吼，伊人做迄個土豆粿。我係嘛，大擺有做嘛，所以我當時攪拌伊個，所以伊土豆加好了，伊粉加攪拌了，糖攪拌了，攪大了，呢時我攪好我孫嘅人，我講你加油，攪係油攪了嚟做，所以咧我做你 cookie 咯，把變得 cookie。嘛佢啊，要做一個鵝字字，Sharpie 嘅個鵝字字啊，嘛叫咩啩？嗱，成個安尼款嘅 decoration，到你人嘅國家是看無咧，咯對。無，這是今年。Maybe 你去 China，maybe 會看到嘢啦。嗱是你去 China，應該是會看到啦。Whatever decoration 都講有。特別伊是 decoration 我 describe 翻，伊是成個 you know 啊 certain 嘅 traditional 嘅 Chinatown 嘅 pagoda 有啦，然後要領一隻領到啲你出頂，然後 wrap around 然後頂，你硬頂咁樣掉掉咁。特別今年嘅嗬，真係奇怪咯，伊拉用嘅 color scheme 嘛，安尼款嘅話，金，哈，無，伊色啊，個咧話叫黃嘢。昏啊，你講你昏啊，哦 pastel 啊，pastel，特別人講即個 Queens Bay 嗬，看起來怪怪嘅咯 ，because 伊上伊冇咩紅色嘅，伊個咧 orange 色嘅。哦，即係就是 Queens Bay 哦，皇后灣。即係是 Queens Bay 嚇。哦，皇后灣。然後即係是Sunway Carnival 巴海嘅。哦。แล้ว TNT จะตัวที่เป็นจะคุยเนี่ยว่าตัวสิกิเบ้เลยหัวจบเปลี่ยนแล้วโอ้นี่ตีมีไงเหรอโบให้เลยโบอีแหบบะละแหมีคุยกันแล้วอ่ะจูบีอ่ะโบอีสังก็จีนี้ว่าเบ้ตูคาแล้วจีนี้ว่ามันใจเบ้มีคุยหลายปีโอ้สังก็ผุนชอยเนี่ยเหรอเกี่ยวพันเนี่ยอ๋อว่างโบผุนอ่ะจริงลาเซีย講起ผุนชอยมาแล้ว我講ผุนชอยมาลาเซียแล้วเราคิดก็คิดเบ้嚟之後，我คิด TNT เบ้哦嗱，對，你講佢เบ้對，都特你話เบ้ the last 3 years 啊，我คิดเบ้แล้วอีกcasserole แล้วลูกอย่าง all you have to do 是開起來係啲 oven 對晒啊。哦，好啊，我冇啊，正我冇等人店有賣呢款呢，我 Costco 咩 ？Costco 冇 ，Costco 第一間有新車物件，我看到係咩物件啊？I mean why Costco 啦 ，OK， เรามาไม่กี่ว่าต่อไต้เป็น嘅就。對，我諗部黃梨酥 ，made in Taiwan。紅梨粿，紅梨餅，紅梨酥啊，紅梨酥。成個 food products 啊，成日講，人成日講 OK 啦，你 friend 啊，愛行，你粿係咪？嗰陣是未接嘅曉。啊，粿。OK，特別那是講要女嚟講唔使，粿咁樣特別你肉袂使壓攰嚟壓肉，OK，參了唔要緊啊，你袂攰粒你袂使啦，OK，哦，所以成個人會使夾迄個 salmon skin 有咧壓肉誒 salmon skin 會使啦，特肉誒。No，I mean 講成日講人行好路，成日講。咱寄 food products 安尼款好路。咋個我寄好啊佢啊？咋個我寄好寄佢啊話？安尼款是。แล้ว第二年伊樣就重講去。哦，嗱。伊未夠啊，就重講去啊。哦。伊是 spot check 嘅，有陣時伊是 spot check 嘅，物件上伊來時啊，伊。有陣時伊甲你開 ，because 伊是過迄個 X-ray 嘛，
所以要 spot check 嘅，像入面意思是講 food product 是未使嘅啦，若是講掉 check 啦，就是。特別你是你 I think 你成個 back banner 成 factory produce 啊，還是小好似好似應該是 OK 嘅。依件我是成個自己做嘅，所以成個 container 啦，自己包掉包掉嚟看。你一櫃時啊，一期你 processing 嘅時啊，要 X-ray 櫃，所以 X-ray 櫃是有被人看掉嘅。一看物件，若是講伊感覺有淡薄 suspicious， 你外邊都俾搭一個物件啊嘛。嚇，我嘛驚咧，我頭毛嘅物件，我就嘛是一粒一粒嘅咯。我嘛驚100粒，伊驚25粒 ，try。嚇，我去 test， 看下咩物件。我教嘅時，我驚75粒。哦，但要教你講啦，要教你講。咁所以，做咩說愛驚個25粒 I try？Because 我嘛驚嘅時啊，伊是15個。哦，20個一百呢？啊，10個一百，伊叫400嘛，100粒。然後伊係是伊講係 hair serum，伊係 hair serum。啊，然後伊叫包20個粒去 test 咯。伊 test 20個，I think maybe 是幾粒就 test 嘢啊嘛，出嚟14粒咪就興對咯嘛。我嘛係知呀。然後要求我一條單，伊講伊叫去 test，that's why the package is open. And my hair look very good. Wow, very good for that. 條啊5塊咯，就係咧Malaysia你一粒啊，Malaysia 你攞1包爾就係。哦。咁你去你頭毛店啊，你去買100包啊，唔知100粒啊，伊都無算你10塊，唔知是8塊係咩嘢？Malaysia 8塊爾就咁，所以我叫我嘛，叫我寄來咯。即係嗱，嗰陣接回啊咯，即係返去。我你話我呢個後面嘅會唔會往到啲外國人？冇咯，就是講誒，你人哋想念下咩物件啦，新鮮嘅物件。做隻隻背咯，我想念。environment 啊，你也是 environment。你成日你新鮮嘅時候，你到 Malaysia 大有嘅人嘅了，你只看到成，你人嘅新鮮都是成個我人 Christmas。嚇，對，有木咯。你行到路冇看到新疆。你特登行面會 remind 你有新疆咋，所以我人正時候，你特別 search online 掉啲幫瓜啦，其實掉啲咩一個有出來，成個三九九，你看特別自己特別有心做出來，對我噶，我唔知啦，未必唔係講什垃圾啦，是講我嚟時候咧，我感覺就淡薄激心嘅，就是講我already無心愛去 create， 定當是有。我頭來時我有得到，但係是朋友啊 ，Malaysian 嘅 friend 啊，還是鄧人嘅 friend 啊，參掉啦，往去restaurant Chinese restaurant order special meal 咪往我做，你看咪嘅隻小鴨咪，啊當見成個哎呀買啦，成咪數買咧，都買翻out，你自己係咪數買？我那啥無辣咯，我無想講無你衝動。無嘛，你去 restaurant 食係咪有係咪愛辣？冇成個調工未，其實看種 because 你一日你看我冇冇調 DI 啊 ，maybe 有拄到成個係 weekend 啊。OK， 我有一個朋友就好誒，我一個朋友特登年伊個叫煮，當然煮伊有脆糊啦，有煮肚豆湯啦，伊有做伊有個叫做迄個叫咩老生啊，伊個叫然後請往去食，伊是較濟是人日嘅是請往去食，人日是幾啊7啊？7啊，人日啊冇到是10個名冇得掉啦，所以我人有一特等你，伊若是到正有煮，伊就都是有叫我過去，所以下嚟時候我冇本多嘛，我個叫咩補嘛，我個去食的嘛，所以下嚟我都去留咗一下咯，冇啦，邊講你係經去 restaurant 係嘛？唔是？當然冇必事嘛，老實講我冇必身邊冇有人。身邊冇有人。但是你這個陣時你白白讀冊嘅時啊，像嗰啲人係出來做無相嘅，像有啲像嚟香港啊，一人出來是做生意啊，一人就係個 low 嘅咗 ，because low 是 low 錢嘛。所以一人你白白嘅，人白白去食時，嗰啲人白白 low 啦，所以你成日食晒得。只留咗，特別你做久啦，特年嘅想嘅啊，嚟你感覺 you've done that, seen that。是咯，我本是淡薄，對我嚟講淡薄極是我淡薄極想講，我 already 個基本無衝動，未去想愛過先正係去 recreate 你先正係機會啦。除非我大家三叫嘅結別啦。特別拍麻雀嘅咩？個邊個嚟拍麻雀？爽啊！而家拍麻雀。好啦，拍麻雀啊！那是我拍麻雀，我本去 ，because 我比較拍，我比我拍。
我是到 computer 拍嘅，我是到 computer 拍。我是講下面咯就sorry 都講。冇我講啊，成日講咱啲 Malaysia，就近呢啲貴先正，有當時本是成本呢，都一年來搞呢，哇！你個特別安排之類安排下咧啦，生你啦，哈，哎呦，當時啊，嗬，哎呦，咁啊 keep 住廣告咯。係咯，就是阿婆就是講下阿婆安尼款貴就耍了啦，就是我就是啦，你看我確實當今我心是那款想，特別我是。嗰個無咧機會嚟 support 咧，嗬，所以我一頭未記啊，我是誒呢數10個字裡面，我傾就直接我就只教嘅咯。我是感覺真正，假是 Christmas 啊，是 get together 是，嗰啲人是上個，你小話 news 嘛，哦，你點怎，你辦怎，你幹怎，你點怎，你囡仔怎，所以你有物件講嘅，啊，你 catch up。But 上個話啦，阿無囡仔啦，無半項啦。我哋寫 to catch up。你教我想啊，你教我想，咱都無。There's nothing to catch up。所以若是講嗰時好嘅朋友，right？你自落來，阿婆啫。但係若是講佢哋無阿咪捌嘅啊，就來就會咯。我是咁樣感覺，我家己啦。我報嘅你今年啊，我硬得是幾杯，unless 是 weather condition 不好事啊，一定係幾杯先至係咪嘅？哎呦，嗰陣 snowstorm 啊，當見乜講？啲落雪啊是怕壞嚇，sideways 啊，啊 sideways 啊 keep 好。誒，咱特別想到新疆，嗬，咱個新疆佢就是叫春arrival of spring 嘛。其實嗬，到我這邊嘅 climate，新疆特別是落大雪。春雷頭。嚇。佢落雪嘅春雷頭。係咯，春雷頭。中國 already 真係啊嘛，一半年零嘛。特別會唔係？就係咯，會本嚟，會不是想嘅，不是你。伊是人我人嘅 spring 4季甲出現嘅，你知唔知貴啊個落去啊？誒，OK，所以當然啦，我未聽過都想，你多個國啊，三叫你多個國，貴新疆啊，你舊年有對啊？冇，你本年你都冇，舊年有對。今年我冇對。哦，你後面。ambition 是，但年新疆我就未對。哦。但我今年就要愛對一道就對啊！我嘅 objective 就是對一道愛對 Chinese New Year。哦。哇！後面。唉，我當佢無通對啊，新疆 because 我係驚。學長咧，學了，我是對是咪是大到新疆個對嘅，所以我本是想，我看到真濟Malaysia大一邊嘅人會驚去讀冊咧，嗬，人講了新疆無通對啊，因為人驚去學長嘛，แล้ว荷蘭嗬，你別使教你驚呀嘅就，別使呀，基本上伊就是講伊講你無一個 right to。stop 你驚去學長去啊！你看嘅咩？แล้ว我若是講我有物件做咧，我就未去。未使哦，你特別寫配啊，application 啊，成個成你做工俾壓力也 approve 反正對。唔係嘅，伊嘅 approve 呀咯，安怎啊？無得 approve 嘅。上個有個人肯講，學長肯講啦，你我無插過住教應嘅面試，叫你夾嘅袂使，除非你老爸老母死，我嚟使夾嘅。你阿哥死，你阿媽死袂使夾嘅。是咯。誒，我諗這邊正應嘅，你囡仔咪去學長啊，你寫一條批對使啊喂。因為你迄邊有 homeschool 嘅 concept 嘛。哦，我冇得會啊。你迄邊你 country 有 homeschool 嘅 concept 嗬，所以你就只應。馬來西亞冇上哦，馬來西亞冇 homeschool 嘅。馬來西亞是一頭哦，你會啊，你去隨便便把我報攝咯，對啊。這邊啊，是講韓佬冇去學等3禮拜啊。啊，你報幾對？做 de-enroll 啊。哦，我諗這邊不是像，我是唔是3禮拜，我是10節。2 weeks 啊 ，that means 10 days per semester 啊 ，10 days per semester。if you take unexcusable leave，you kick out from 我哋嘅 school district。呢是接掉多10節啦，唔係講接連。對，接掉。哦，所以 continuous。唔是接掉，
per semester 無接掉不 unexcusable 所以是 leave 是10日就對啦，伊無插路。10日 per semester 嚇，3日接掉，愛馬上加medical 勞工嚟 pay 來。even though 你是 sick， 3日接連續都愛加 medical pay。安尼款。我人係 school district 啦。誒，特別好，若是講我今年，若是講有普及，我今年無普及啊，我是今年。講下你，我accident 啲帶着唔對白燈，所以我落單啫。我若是講今年我係個有嘅紅菜對嚟好啊好，你我掉紅菜時我介紹應互人看 ，OK？ 攞嚟使陪我咯，嗰啲 clubhouse 係先正事 ，OK？ 今年先正事拜幾你講？我今年先正個仔做入簽證嘅之類咯。哦，你叫我訂到，訂到啦 clubhouse 就先正嗬。個南西人個攤類嘅，個攤咧 bubble tea 嘅，定到時個河頂。南西做垃圾點證唔知咩？嚇！around the world, around the globe， 對。Actually， 嗬 clubhouse 嗬，我有成講先正係攞嚟使到啲老話咯，攞嚟使到啲 chat 嚟講，共許發財係咪咯？當然冇上 time zone 嘅人嘛，到啲 Jewel 嗰邊去咯，到啲別邦嗰邊去。誒，特別我別邦對馬來西亞。對，你嘛叫南西個仔做你垃圾點證嘅咯？哎呦，ยังมันเอาเอง當今時落單啊就定得落單冇咪嘅做數啊，調盤啊，當今冇落單啊冇型啊，人啊出門㗎了啊！所以每路人都問你出嚟，你荷包是唔是特別特有係紅包？你看到人都特別可能紅包。喂嘛，特別是一個冇上 great 嘅喂嘛。個有上啊，種上 medium、small、medium、large 然後呢 ？Yes。你都有包紅包哦。有啊。包好啊，你包好你幾啊？是都包的。啊，平常都外國了嘛。我冇包。我有包嘅。我有包嘅。我出嚟啦，佢有件啊。哇！喂，之前拜一個嘅囡仔都冇紅包嘅。我出嚟兩。我舊年我冇嘛。出嚟兩個人紅卡嘛。แล้วใส่เกียร์even though because normally สิ by right สิ講人嚟搞拜年啊嚟搞拜年啊ตรงนี้ภาษาอ่ะก็แล้วโอ้ยว่ามาได้ยินแล้วก็แล้วสิเกียร์โฮเซ่ลูกไอ้ prepare ที่จะกะทิหลังมากูแจ้มีแล้วอันนั้นเกียร์สิเกียร์ลามินูลุยอ่ะใช่ไหมบาลูอูทะเลนะมาบาลูอูอิเล็กทรอนิกส์แบงอินนะว่าอินล้อเป่าเซ่ยังเทลูกล้อเป่าเซ่皮話爆聲，然後我人慢慢短時咧就係夾邊見到。有利息啊！啊是你興你包 ringgit 興 US dollars 啊？冇啦 ，ringgit 興對對 US dollar 興 in ringgit 啦。我想講我包20塊 ringgit，然後你興我20塊美金冇好彈咯，成你。冇知㗎。係咩嘅？我佢知道，我地位知道對嘢啊，我 I spend on 銀包啊，20千馬來西亞。Jesus，咩事啊？行本啊就出台啊，咁樣講。哎呦，唔同對啊，成隻你所有冇曬都俾曬啲錢啊！唔要，紅包學加20千啊！冇，你真正借數嗬，真正借 ，and then 樣嘅，咪包咧大樣出來嘅 rate，別使。係是我 in law decide。係咪？你 in law decide？家己人嘅迄個直接模樣嘅抽查行政或者單位點先啦，查是啦，差唔多8年前啦，抽你看你開咧俾20塊。啊對，所以第四包嘅出來人，第四包嘅是10塊OK 咩？做咩做？真係咩？唔係真係人啦，20千都滯哦。我 immediate 嘅出嚟人 ，immediate 我 niece 嗰啲你看攤包度都包200-300塊咯。哇！而家再幾個20千咧？是講又唔能對哦。20千咧，即係我講一份是20塊啊，你愛學1000份都得哦。佢哋是第四包嘅啊，個大包都冇聽到過咧。你未必你500塊、1000塊，都未必個有喎。我老人家就較貴。都係咯，個老人家個2-3千塊咧，老人家冇辦法咧。講住老人嗰啲做，
我 imagine 有當時借啦 ，and then 你去我過時，我過嘅20半，對唔對？我包係你接唔見女咧 ，and then 我學我過個接背女啊，of course 啦，一做係你，我一做車字嘛，我做對我嘅嘛。我有去，我對有去嘅，because 我如果我對我對去嘛，車字對厝嘛。意思講，伊唔是無去嚟講，伊本是着家人包嗬，就人，特別伊一早講掉嘅是，伊對去嘅時，俾你正對去嘅時，伊就被開你這裡包。對，伊無對時，無對咧。你明河上個接唔見女啦，你接唔見女啊？咁了你錯。你安尼看啊，上個當今啊 ，recently last year 都好，你學跟紅包女就被開到這裡多ringgit。比金 normally 是學 around 5000。黐講，安尼這人啊，你病。because 伊家己人個了是大邊嘅。哦，了，at least 就俾學5000啦，你對冇對冇是就俾學5000出嚟人老闆老母就係包咯。direct 啊，伊 direct 嘅 family 咁。所以你到你 at least 拍啲5000塊美金是冇對嘅事啦。OK， 我就 4.6 啊，但係是有個正10,000 9,000幾ringgit 啊包嗰啲。แล้วอาจารย์รู้ว่า冇對啊 please 冇อันนี้ก็冇對啊แต่ไม่รู้ว่าจะไปหอลุยมาเด้อมาหออีกเปล่าอ่างเปล่ามา冇興啩我有咯我是成個往時我叫我知包หอ我 parents นะ咯冇你จะไป prepare 條ลุยหอลุยมาเด้อกี่เปล่าอ่างเปล่าหอปลาล้าง冇包紅包別人嘅，我今日包紅包好，我媽甲我爸呢。冇ว่า意思是講，你人冇 provide 類何類 parents 去包紅包何見啊？Before 先知係是條河嘅，哦，對冇上對冇啊。冇 ，because 即係物件咧係語話，即係物件咧是看你決定是安怎，出來啦，你custom 是安怎 ，because 我 mother 咧都是做安尼款嘅咯。但係我感覺冇你決定做安尼，看爸母嘅啦，我媽是過節即係 send message 嚟講，喂，你哋要學女學我要去準備課先正。哦，要俾物件啦，要俾回啦，demand。你講包咩女啊？俾先正會咩女啊？對。如果我冇對，係冇事。對對好。哇！變咧啦，是講我爸母是較精彩啦。古早我有睇咗，特別我哋 postman 佢只頭貼我係女。哎呦！伊佢只頭貼咧女，但是postman呢？哦，是夾到啲 cash 係到啲夾 cash 個，人嘅款呢？我夾啲你我馬來特刀開，呢時有當時你夾，假使講你夾100。半好啦 ，sometimes birthday 啦，係咪貴啦？你夾，แล้ว伊會貼咗，所以แล้ว有陣時我夾50啦，伊就教你夾50，所以我夾20，伊就夾40，所以我嘛問我夾幾類咯，我嘛講，話教你 postman 講咯，我就我講伊夾100塊，你使伊教我嘛講咩？伊講 auntie 啊，乜知啊？伊講你 lucky 啊咯，伊講有個人啊。我冇收到，所以意思是講伊馬熟嘅了，去咗就我熟格你就所以馬熟你淡薄啊，我講半你淡薄。夠晒。我夾800啦，但我夾查某衫咧，個了有夠，我夾衫我夾咧冇一刀夠 ，because 你 postman 是大波嚟，我夾上嚟，你貼個了，因為mặc我未包啦，特別你夾包裝咧，伊冇貼。你咪就直頭病點嘅咩？定包是冇啦，定包啊，你銀包啊。你夾咗你包啦，你跳，你銀包，你個了誒，所以嘛我講了累，所以我一頭冇夾，後面銀包都冇夾。哎呀，你銀包啦，白刀嗬，白刀嗬，你夾一包pork rice嗬，煎銀包啦落去，所以裏邊嘟個了誒，快加嘅啊，唔加嘅。我冇咪想到咗 ，because 我心底想咗，我頭時我個想講。我哪有可能？我平夾100塊，安尼我講已收到60塊。特別 actually 嗬 ，actually mail 啦，by law 未使夾 cash 啦。
對，袂使夾 cash 對，所以因旁邊冇可樣是你即是你家己愛夾是冇法啦，吼，特別頂到冇寫當金，你要即 electronic transfer 頂到就坎坷誒。去 bank 嘅位嘛，你條做嘅嘛。有咋在去 bank 本的嘛，唔是做 daily transfer 的嘛，是講去 bank 做嘅嘛。是咁麻煩嘅。係講真濟嘛，對。所以是夾意思呢，咱唔是講夾到就濟類，夾到幾千塊，你100塊200塊物件。所以我媽媽講免夾，我爹講啊免夾啦，你夾咪了類呢，我哋 post 免夾嘅了去，所以免夾嘛免夾。我個老實的。去年啊，紅包，比如說去年有對嘛，先知啊。I think 我紅包包嘅價10,000塊，Malaysian ringgit。哇，你咪是 standard 咯，計上咯。你個或者幫人賺伊20,000件人。幫人冇。哎呀，計計上呢，只都看你 relative 濟無濟呢。我 relative 濟，我 mother side 正濟，我但你because 你only 學你 relative 係嘛？我是愛個我 relative กับ我 unrelative 嘛。對咯。哦，對攞餅。所以硬就冇啦。嚇，對攞餅嘅，所以攞開差唔多上咯。10,000，10,000一餅。哎呦，我對我諗冇當本哦，我咪做當人 OK 哦。哎呀，但我後尾話食咋，我後尾話食佢 rainbow。係咪？好啦，你舊誒喂，你舊銀了，你而家就被包銀包了。你已經寫到一餅去啊，你知無？誒，你 Chinese New Year 時都幫 selamat hari raya 咯。你每月我講我舊銀了，所以我特別好。舊銀了你就被包了嘛？冇，你那是冇當人請酒面呢。啊，我嘛是冇請酒。冇請酒面包包。對，我家冇成就，我係 marriage 嘛，所以我冇請酒嘛。我請阿冇酒呢，所以我冇請當人酒面呢。咦，過人款嘅咩？冇啊，我幫你講聽人嘅20,000我買。你唔談佢善家嚟。冇啦 ，actually 紅包是一個藝術嚟啦。是 by your own meaning 嘛，你愛學2塊啊，好，你愛學5塊啊，好。冇得衰人講呢，人講呢，我琴日買學。你到美國對來看美見嘅人學2塊。你愛來買多咯，咪俾咯還來咯，我給你咯。誒，所以我就頭先跟你唔包。你個學人嘅咪你先個誒，唔是美見咩？做咩咪你先嘅？用，我你美見我用，我到馬來西亞買用好。特別好，特別我應該係包紅包好，我係孫嘅囝我了咯，我係孫嘅囝下，我係包佢人。特別我跟佢學 direct family 嘅 relative 呢，係講我有去拜正我啦，然後是係種啊，嘅路邊拄到嘅啊。แล้วตัวซูเปอร์มาร์เก็ตกิน看到ว่า sorry 啊，我紅包是冇嘢出來，我買種特別個係看到人我特別好嘅喎，有當時就歹勢，有當時是安怎你知？有當時是你有驚，你冇人有驚人，有驚人人學你紅包，你特別一樣是有驚你特別學到對人嘛。我冇驚嘛，都是哦，啊對，啊我係驚係笑起來。我是聽，特別你有驚，你有運動嘅，都真係冇驚嘅接食，對，我成日是我會記我嘛，係我搭擺嚟一發佢哋，你叫我特別 inspect 伊，嚇我特別頭開紅包，學看到一類啊時間學識咯，我嘛，所以個仔會包到一包佢。呀，我伊紅包攏個咧無上 bank，伊在講係咪 bank 是係咪類嘅？對，我嘛是做咗大，伊有長嘅迄種對拍壞嘅有咧，資格嘅嘛嚇，係你長嘅你就係加20塊加大號呢，然後係你 general 係你5塊咧，就是係你細咧 normal 嘅 size。你看叫啊，你看你達到對來，你特別開啊個幾類咧。你是講包紅包啊？包紅包啊！啊，你邊個樣 ringgit？我冇，of course 我冇樣咁樣寫啦。頭一行我親戚是少嘅嘛，嚇。แล้ว我冇講我人拜只拜個只響嘅，我冇รู้กับ幾哪里人去見面啊？แล้ว我是กับ friend 出去，我係 friend 出去，嘛冇超過10嚟件啦，冇了。OK。
所以你明開，所以啲我學條仔就見。哦，攞海洋包咗啊！你上背嘅 sorry 冇嘅我打算叫要想，我本時我感覺，如果是上背嘅是應該免學了。上背冇啦，阿咪我有學時我頭一年教因嘅時，係你上背有拄着我就學 ，after that sorry 冇了，頭一年有學一個意思呢。你想講頭一道過教因過，頭一道過正是你有報意思哈？對，教因嘛。แล้ว過後就是見那個有學呢啦，冇唔是見那就冇咯。跟當然佢參過頭一年教因啊報兩倍嘅。兩倍。double。because 跟人是紅學一個，冇學一個。紅學一個，冇學一個。你成半咗一半咯，半啲咪學個10塊，整學入個嘢咯。And then 咧，你會記哦，若是講你出來先，咁我人出來，我人試嚟 siblings 嘛，所以我人紅包是 usually 較細，若是你較細，你見下呢，伊紅包較大包嘅。對，伊若是講一個囝呢，一個囝趁嘅，我趁50塊誒，嚇，無你曬囝就一人嗌個，即係12塊。對。actually 後咱講起紅包嚇，咱未走以前當差唔多攞正啊，咱未講當今嘅頂到我記12塊是算大包啦，我係是紅包嘅行政。辦儀呢？紅包行政，第一辦儀頂到我細漢嘅時1塊咯，1塊有當時你拄着我有真正學8撥嘅冇特別你人5撥嘛有，人古早話你5撥咧，你看5撥但你驚大噸嘅，無尤其是1塊是你金噸嘅，我就係講你金噸1塊，然後無就是1塊，伊加一鐳，伊1塊個加一鐳好咯 ，extra。我會記我細漢嘅時是2塊，特別有個人學塊1個，我唔知做咩。對，因為 extra 咯，上到趁1塊時，用時候你1撥還是加一鐳。冇人係大力鏡咧啦，嗰啲是抓字嘅。當然嗰啲是抓字。舊年咧，當佢你生日對去就舊年對去叫399。我學10塊啦。你10塊是你 standard 啊？minimum 10塊啦。第4是10塊。第4是10塊，哇！我心都冇聽，我都冇咁攝。特別你先係有學5塊，我先有看到人學5塊。OK，如果有人學5塊，冇12塊啊！我記定到我一隻 special 教談12塊，我就歡喜啊！佢哋。馬路，嗰種迄種10字迄種 double 嘅 number 嗬，嗰就是流浪包嗬咯喂。流浪啊。10幾年整有2塊嘛，伊人出2塊會記哦。double 食嘅2塊特別冇啊！定到我唔是，定到我細漢是冇，定到我細漢是一條紅2條藍嘅，2條藍2條藍色，我諗都係2條藍色。我係 K 嘛包，我12塊只大包嘅啊！你後尾行整起較濟，是用20塊就是算大包咧，話硬包。流浪加好荷蘭雙數嘅啦，แล้ว如果是講把路少年呢，反正哎呀愛贏嘛，你就是愛一條5塊1條，10塊1條，20塊1條，20塊1條，50塊1條啊。50塊是喂伊較好嘅啊，做成了較好嘅嗬。伊有學我50塊，用少你知喂伊樣食西洋話本啊，就特別想坐我kilo，แล้ว我對樣對起對落，所以要包50塊，50塊紅包是真正大包啦，對我嚟講是。我唔捌燒過50塊。我唔捌燒過50塊紅包。我係50塊是我爸母學啊，然後嗰條件啊10幾年嚟嗬，無去冇潮嘅。我今日有燒嘅，不是50塊。50塊燒。你新叫你嗰個50塊，喂，1964年甲1980年本是2塊，無 inflation 嘅。你講嘅就。條件，伊個無係你開，你若是學1啊，你個攤開嚟1撥，
因為你攞開，佢就叫你接 bang 個，冇得開。誒，當今有興嘅咧 electronic 嘅你看到成啊，能 scan 好啊。請誒，用請誒。係咪請？係咪數？都唔使咩嗱，咗你而家做出嚟啦，係咪嚟？南西做過嗎？南西第二年頭啊，先至是要多開嗎？然後啷去 scan 咯。So actually is 當然係 app 係會，特別你冇 touch and go 喎，我冇 touch and go，我冇 touch and go，你 touch and go 啊？你會使做咯。你會使做，成日 lucky draw 你看，你係一個50塊落去啦，嗬，你會使 set 咯，嗬 ，maybe 10厘，你看呐，所以你10厘2個塊，2個塊，你可能是講，冇，放出去啦，嗬 ，randomly 做好咯喎，嚇 randomly 做好咯喎，有個人嘅攞撥，有個人嘅接撥，有個人嘅，特別你使計講，你使出筆本啊，你看嗬，出筆。แล้วลุยใส่เสร็จก็โอเคว่าตรงนี้แห่ก็จับคอแล้วลุยหอลุเก่งก้องลุไป做貴嘅個是有效嘅，是依家ลุใส่แห่講貴嚟 winner 咯，哦，講ลุ係使แห่20厘咧，一個幾半樣啦。哦，超微款哦！用個 online 你人講發紅包到時呢，有人講睇到6撥，有人睇8撥，冇平時咯，係兩嘅。哦，香啊！有時會所以你可以做成個佚佗去，我嚟撒夠藝術。好佚佗。呀，有個lucky都咪也就大款嘅。แล้วนำไส้ต่ออีก做，因為你可以做ตะ clubhouse 呀。冇 ，it's just 因為一道是大 clubhouse，佢暫時過去 chat room 未使 share photo 嘅嘛，佢就 share 下你barcode 攞去 scan 咯。哦，所以啦，意思係 profile photo。哦 ，profile photo PTR，所以你是上一人用上一個，特別無上人 scan 接就是伊彈到無上嘅類，是唔是？對，啊，因為你個就講一 set 10厘紅包嗬，所以啊是10厘人已經 scan 過，後攞是第11厘嚟 scan 落去度 ，sorry 冇了。對。超原本我那時我有做，你做咩？我那時我做到 page 嘅位啊，我係佢哋 fan page 啦，fan page 啊，嗬，我同你講1秒裏邊又冇㗎了。你中過1秒呢冇㗎了。你做到這裡，你做到這裡。我做10幾厘啊，你可能有15厘曉嚇，然後1秒裏邊又嗬，等陣人就講啦，啊冇了喎。隻塊，伊人講隻塊，伊嚟打波，伊人講安怎捌朋友嘛，所以嚟打波，伊嘛甲你打波講你係100塊啦。แล้ว你人 anyone who leave you a message 伊人彈一個紅包，所以你查某㗎嘛，佢留一個 message，所以你打波嘛捌就真係查某。哦，嚇，誒我問你嚇 ，maybe 係你 TNG 嗬，你 scan 過啊嗬，會使 scan 第2道，你會使抽卡嚇。真係未？係咪意思 scan？我都談了，如果上一個人會使 scan 2道，你是講嚇？你成個南西係你出嚟我 scan 這邊一個就係，你那是內 account 咪要？因為你在你 account because TNG 是 unique 嘅嘛，所以在講你 scan 過啊你邊。cell phone 電話你會使 scan。別，你都要內 account，你別使內電話，冇相嘅，你所以用你啱嘅 TNG，跟你嘅 TNG 唔係使做到，because 你載住 scan 嘅嘛，你 because 你是 through 你 TNG 就掉嗰啲定期嘛。好，我感覺安尼款真趣味。若是講Facebook 真係嘛，我 friend 啊，咁了啊，安尼款嘅嚟點紅包出嚟佚佗，安尼款都係真趣味，我感覺真趣味，安尼款。安尼款嘅老作是講我未彈你唔使啊，我未彈你唔使我未學。你話等人好啊，你覺咯？我真係kiếm蝕嘅喎，你知唔知我kiếm蝕冇當金？都係一個50塊。你話好潮啊！我人下嗰時係 ringgit，你攞隨丟掉500 ringgit， 你都講唔到係 USD 嘛？冇咁貴咯。都係啲金。你係比見10塊，樣都得加彈46塊咯。特別我講聽，我真係是kiếm蝕，唔知哦。你好，我即阿什納沙明邊，我真馬路個 start 上，我未退休嘅事啊。做得你了皮啊！我累過你嘅 ，OK 啊？你過去一個數特別明，警方不行面又咪笑你啊！我是咪講，我同你哋笑我。
I think 我就會教嘅 mentality 淡薄，特別我當然啲上 retirement 咧嗬，做我更加減少去。喲。Kami gaji le kota kota tu lah orang cerita ni. Tapi sila baru ka yang small amount 嘅嘛，阿 John 唔是叫攞廿幾千塊出嚟嘛。For the fun，真係講，幾千塊唔是50塊，幾嗱你50塊儲起來，你講講。對，咪非常講，哎呦，你50塊想顧車你喺度大冇啊，我係50塊成個，我係50塊成個 Greensby 合併嘅義河款得大。哎呦，特別你想者想嘅物件嘛，成講你 office 啊 ，suddenly 做工嘅，party 嘅上面 give exchange 啦，咁嘅物件，嚇 minimum 10塊，你嘛是俾你 participate， 你嘛是廿你10塊出嚟，去俾一個 present 嘅嘛。講啊，冇人有聽我 office 嘅，就當我 office 我知嚟正嘛，然後我去你 Amazon liquidation 嘅店嘛，我知道緊去，所以我就你 give exchange 我去大邊俾你 liquidation Amazon 嘅物件。半幾我唔知2塊3塊咧。我諗這邊本有，特別是3百，我去那邊啊，排隊接去，我一項本冇買。哦，我買到嘅好厲害哦！我買到啊，伊是一個 silicone 嘅一個glove， 我哋 kitchen 用嘅叫咩 oven mitt， 然後有一個內 pad 加內咧，你可壓掉，你看你幾好，有物件咧係壓。所以講咧，伊是新鮮嘅嘛，伊唔是讓 return， 伊是 liquidation， 所以伊會有伊是新鮮嘅喎。你唔睇嘛？是2塊10塊呢？我未記哦。我諗這邊有兩個，一個是白晒，然後一個是白，迄個唔知咧。奇確確嘅。啊，奇確確嘅，特別有影我真濟人啊，伊物件無超過10塊。伊 value 啊，伊 value 未超過10塊，所以真濟真。伊物件伊甲咱包大大咧包咧，後尾甲咱逐項1塊2塊爾。特別我去，人講真好啦，我去有影我一路來，我無看到半項，我包本全部半項攞出來。人問我好，我甲講愛去你使去 experience 啊，特別我係咪冇？特別伊真了點先，你特別慢慢去，你嘅我對你愛物件。唔知我是找唔到啦，伊真濟物件，真濟。特別伊真濟物件，敢若是你奇確確成個唔等使物件個了誒。啊，對，佢係咪一張借迄個cell phone 嘅殼啦，迄個 kitchen 嘅物件，奇特啦 ，craft 嘅物件真借，迄個 coloring 嘅物件啦 ，paint 嘅物件個了，我未用，我冇買半項。OK， 來，我減攝了so long 仲未包紅包，我有 TNG。我做迄個50塊誒，咁樣人做了，後尾是看住運動住 Rugi。哎呀，老作本啊，是講老我感覺，那是我到馬來西亞，我俾迪巴啦，我到這邊我俾迪巴，我冇搭成個。係咪？我冇搭成個，我係使去咩啦？佢。你搭成個，特別安怎做啊？搭成個？你問講你物件 ，OK？我搭成個EIO Malaysia phone number， 是 IC。EI 燒掉下你 verification code the first time you register 嘛。tapi 搭成個啦，先你搭成個啦，安怎做啊 ？OK， 你教佢哋點聲啦，是係我先知嗬，佢就出了。你走出來。平常時冇啦。冇嘅，平常時有本是儲備本啊，是你10 party 是啊，咩可能流轉，他們是儲備嘛，嗬？我是感覺有影是儲備嗰隻。我看住就想去撩扣佢咯，對，我係是住累到地借，住累到地招，住運動，住 Rugi。OK， 感謝大家今年恭喜大家發財，身體健康，順利，萬事如意了。你人若是講有食新椒應嘅時候，就介紹你親戚朋友聽邊個學見你好，我講聽伊紅包裏面，你免學你嚟講，你使係寫邊個學見.com， 係嗰啲紅包啊，是都愛QR code，即係 scan 可以講掉嚟邊個學見網頁一聽，哎呦是馬仔上個是播新嘅 episode 嚟頂的零馬仔19號，頂的落正，啲16號，你有播咩？我頂住我冇個播最新嘅啊。OK， 我冇同我講喎。我未記佢哋講，我成講你知，你 document 我寫條 update date 啊嘛，你去講啊。OK。Anyway， 恭喜我仔大家，恭喜咱嘅特別嘉賓阿岑拉薩，恭喜
微微娃娃講英話仔，㗎未使講講英話仔，㗎微胖啦講英話仔，新叫講英話仔，半減啲講英話仔，講英話仔，講後點阿龍講英話仔特別困起啊，แล้วก็ใบเชงมันเนี่ยอีใบหัดอีใบตัวนี่困起啊，อีใบ所以無很ใบ啊，เต้人感謝講英話仔即個潮州囝咧，阿媽個讀正教我做在聽個有迄個名新加坡咖喱包，我好像想未起伊個花名做咩？咖喱包了個個幾那看啊，上來啦，海邊提供做嘛？個你就我個啊，係我講起是有兩擺，攤兩擺學期啊。又講一道講起攤兩道就開邊L Gilly 唔就聽，個有Rob 是迄個啊，隻久無聽啊，新加坡嘅名啊，係咪Uncle 咪白咪 Uncle BK， Uncle BK， 係一叫咩啊 BK Rob Walker 啊對，好嘅我叫一叫咩名啊，啥唔記啊？唔是北古地咩？北古地啊？未試過W 見到個困啊，見到困啊喂！落一啲人，但我看到是咖喱包加潮州囝有係 reaction 啊，村嘅人一啲人，但是你阿未困過，除了咖喱包加潮州囝，潮州人冇困嘅係你 reaction，I think W 冇困過啦。W 到英國啊嘛 ，W 咗 London， 見到個有個啊，見到個 hello 個啊，佢拍字，佢唔是 reaction 呀。感謝各位收聽，希望咱今年順利利了咱個季節過嚟參詳，過嚟錄音句 ，OK， 感謝大家，拜。無新正互人聽一道無下掉家己聽啊，因為我係類似，因為我感謝數，我被 monetize 我 episode 了，到底 YouTube 那是幫新正歌被 monetize 嘛，所以落聽嚇。你特別叫一人唱一句，你係 lyrics，了一人唱一句，安尼唱。點解你學住邊唱超壞都係叫超壞啊？我隨便唱超壞，迄個新正歌。OK， 拜，叫一個讚。到底 YouTube 嘅人感謝人恭喜頂一禮拜冇看冇頂幾 episode 攏去聽，特別 maybe 等先正過一個聽，了但到底伊靠第一電話聽咧是第一集正嘅話係條錄音是通，就感謝各位收聽。